咱讲经过2礼拜啦吼，时间都袂足紧。我想讲，若讲了吼，半个月啦吼，不领到吼，搿种岁月足紧的。因为非常难见啦吼，因为咱都有吼，咱讲讲说，今日都来请咱同学们吼，人讲啦，经过就要错过了吼，我到这个今日做中这个意愿来邀请，吼，因为我来甲咱注意咱，伫这前几个啦吼，因为嘛知讲咱讲讲说的学，嘛非常好啦吼，咱每一年应该拢有邀请咱讲讲师来咱主编吼，安尼啦，相信咱有法体会嘅这个学吼。那当然，因为咱讲有好的学，爱给互咱咱分享吼。今日我有这个好的一面，咱学生呢总较老的吼，总较老，无吼用照片吼，可能过了叫我来邀请的吼，就真正是较咱讲呐，线大变人包啦，较早老讲线大变人包，当然，因为咱我就无来讲规般来遮讲的，咱就讲较差，这个是大嘞吼，今啊，当然生活这个时间呢，比如这一面，讲讲师来到这个所在，嘛是因为咱大家有福报吼，听伊的这个学，咱好无来大家都咱讲到位啦，接个时间啦吼，咱即吼就来邀请咱讲讲师吼来甲咱彼个上这段做途径啦吼，若讲外来的微商啦吼，拢太严谨啦吼，外来的师傅吼，学讲非常好，所以这种是，若要讲起来吼，咱讲讲师伊是好德。好德啦，好单位啦吼，资深的讲师、资深的讲师啦吼，这过去咱就可了，还是过去的好德，好德因为遮尔啊侪人才吼，遮尔啊侪优秀的讲师，早头是拢应对一致的即个人吼，一致教育起来，所以一个成功的途径吼，一定安那。一定要有一个做成功的讲师啦，安尼啦。咱这大目标吼，这个会出名，那是读书吼，做出来好食吼，会当好收拾吼，食较一条吼，人气当愈济咧。若食一顿、食2顿吼，人气就强到要害个吼。这顿电我后来倒档，当是安尼吼，就是讲建议。一个倒调，真正要优秀，我就爱讲师，所以呢，优秀的讲师，咱第一当邀请咱讲讲师吼，来甲咱主编啦吼，咱好我来把握时间，而且当天呢，一定我来教伊音乐，听咱讲讲师来甲伊讲，伊这物件啦吼，伊是当作当今讲法的。比吼，讲后壁即拢是讲一生法界吼，上生法界，咱即看就知影，伊甲你讲到即个破碎的问题，好，谢谢各位吼，谢谢。感谢父贤慈悲前道义公，敦道义公。好。
杯前到运功，坤到运功。老师好。坐下。负责人，在我们是，今日组长也是过分了吼，这助理这已经是国际吼关注当时各位记者大家晚安。老师晚安。我不讲了今日多壮士不如壮士啊。我因名啊，我讲行过，路袂通做过，我叫这因名，这去见他啦吼，但是有点不去，路边的太低叫了风景，你懂得金嘛吼，但是拍袂好，无做啦。因咱遮有做歌景读偌久，咱毋知影几年读几年嘞。咱自头开始咱有讲偌久啊有。2年无，我这算老经验啦吼。这种听法已经遇到某种的境界，会当与这个经验内底拓展，这个修持无简单。安尼讲呢，因为法师咧讲是，法是在讲我们的心啊，心在讲解脱。如果没有解脱法，没有心法，我们道没有办法修。所以咱咧听道理，一定听心法。心法是讲出世法，要讲世间。但世间是一个虚无空间，咱无把世间当作真实。所以说明伫经典上咧讲，一切法拢总是以意成空。这个我听吼。因缘所生法，不说即是莫说啦，莫说就不说，莫说即是空是东西经讲。因缘所生法，莫说即是空。就是一切因缘的生化变化，一定在无一个主体性。凡是所见、所修、所成的物件，拢做变歹。所以咱就是对世间的物件有个生处着。修炼的人就是有行迷伫世间，执着世间法，所以有世间化去，毋但分了一个同体、一个主体、分体性，这个情形在什么分体？所以你咧讲经典，毋是看生活。但是伊照经典来生活，是要搁甲分化而已，讲较清楚。伊你来搁甲分化伤济，变成就有为法。但有为法是咧接机方便、聪明的机个人，来讲是有为法。要无修成物件，他不讲有为法。有为法是叫写给，所以伫正经名出世，写名世间。这是咧讲出世甲入世功夫，但是咱今仔是修行人，最终目标就是爱叫他先生。叫他先生，你一定爱行出世的路嘛。所以你世间法来听，惯是听不了你经历世间。因你心所种的物件叫做凡夫的种性，凡夫的精神。你若是入这个自性法，科学道、声闻性，你若入这个法界，你就是自性的这种精神。你来甲修菩萨性，叫菩萨种性。所以就讲，这个法门是一项，但是咱的理解无同。不说因法，无是念菩萨，其他圣所方面都是虚无。所以伫虚无当下当中，你爱找迄本啊。下咱是讲教我修炼，就是要找祖师的修炼头啊。你修炼头，你创啥？你把它记修炼头，你袂使记手指啊。你即个手指，你因循而止劣，你要找迄种人去看法，去找迄法。所以咱有诶毋知影，就是讲修行人讲一法，念一法，见法，见一法，就袂先变。咱个心内面重要，就有先变心。你若未先变，就无即种。所以法做约会，互人讲听是法，就是法。所以无怪讲世尊咧讲法当中伊做过来我讲无明变，我有讲法。伊就是要破那个法，破你行咧就对诶。我讲你就讲，我讲有你就有。我讲49道理，讲文字，
讲文理讲法讲法，安尼讲咧讲经，无讲嘛毋对，好讲嘛毋对，当然这因缘法门内面有足相当的真心的法门。啊，所以咱即摆既然听2年3年啊，这经典甲一般的世俗法无啥共款，因为经典是针对咱的心性，啊，心性是针对出世法，所以这出世法当中是经过咱多来讲一直发展，讲发展的分体性，但是你修你来这源头你也无对。那黑刚才说过，直接分管不所有，直觉本源佛所应，斋戒则知我不能。越找越灵完，是我头尾看咱讲咱伫医院遐咧看花看水，但是你毋知伊的经文就是咱的经，经若无这树尾遐物件，到底拢是幻化的。所以经文咱讲迄个源头，伫源头安怎生出这个幻化的环境来，迄个空花，迄个假物件，迄是安怎入来？当然咱伫咱源头来试。啊，所以咱有一个主体性的，咱有一个本性，啊，这本性是啥物件？心，咱常咧讲这三物件，无对，伫业未修行之前，这三有差别。心就是心啊，心就是心，性就是性。修行了无了，这三物件无差别，同一体物件。啊，所以咱有当时讲，伫业未了解当中的当下咧，咱拢一直伫心活。所以啊，咱要这物件怎来讲？烧伊来，有人去用处理的，甲比外口招有共款。比如讲，我咧赚100万，我可能无100万，但是我虽然爱100万啊，爱人招对无？啊，你人招是暂时我我想要用100万，但是100万敢是你的？毋是啊，因为招的，啊招爱还无？当然爱还，毋是咱本钱。所以咱今仔要了解这个生活的物件，这是暂时的物件，伊嘛是种幻化。来讲幻象啊，虚幻的啦，虚幻。所以这个物件，讲来讲，啊这是主，这是假。这是主，这是假。这是假，我咧谈来讲，咱要认识主是永远性面的物件。阮兜我咧做主人，伊来阮兜做客，伊会当做久吗？应该袂吧？爱走无？客人，这个客人呢，是心所出来的个法。伊这个客人一定爱走，人客一定爱走。啊，人客爱走，迄就是啥？毋是真实的物件。啊，所以你真正注定这个物件，伊本来当家做出的性，伊袂变，咱的主体物件伊袂变，但是这个物件外在物件伊变化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讲性是为体，心为用，咱的心较是用啊，这个心很想，咱是无去理啊，性为体。一切法的物件，无离开啥叫做体常用。咱的三本嘛叫做体常用，缘法、教法、合动。那么这个上是讲咱这个身躯，咱这个身躯以外咧，有一个点，有点呢，所讲的物件就是一定要分着咱的心，因为主这个体流出来的用就是心嘛，用出来就是心。主本来所流露出来的第二点的元素，是心一个念，那么一念无净，一念无清净，三净了为心，所以主性为道的时阵呢，叫心。这物件叫啥？这个一心法界。那么这一心法界咧，伊本是空相，伊无主体，伊是空相，伊无一切法，无对立。本来就是咱样，所以讲自性清净本体，个完美的实性，也是讲咱嗰啲德性，如来藏、真如、一心法界，
因素足济，当然讲个，但是一粒无明所产生出来的心呢，佫一粒心，一粒无明心性一动，性袂动啦，是咱一粒无明动啦，转出来这个心，变着心啊，啊心咱会使有记录，心呢哪个动咧？会使凝结。咱个心啊，用去有精神啊。但落来是世间呢，世间的应落来变已经袂叫精神，这边选取了爱，这个根本这讲来了，咱这讲的就是说咱，你咧听我看经的所以嘛，就这个本体一粒无明所产生来一粒心，这个来去佛家讲叫做森罗万象、清罗万象啊，这个心包含清罗万象啊，这个主体清净。诸行千变万变内，自性清净圆明体所产生出来的流润华，就是咱的就叫做森罗万象。森罗万象以后，它包含一切啊。这个心，伊是虚空来的，就它都动的动的。这个心的叮当当中，它都会做啊。那么就是精神，就是精神了呢，就有分别啊。那精神到所开始了呢，就自然有这个分别作用。就咱人嘅这样叫做，所以咱来开始咧，为啥用咧开始就是来，因为对一点主体性嘅当下，一点无明开始变到最后来，唔只要用咱来心里开始对咱录音，这录音，这种生活嘅代志，这话在咧，咱录音，我这无注意啊，这广告就是报嘅。因了我偌济讲偌济，而且经历我人注意啊，爱用你表模疗护，我毋是用背，是你看对物件了解。那么当然，你到有经就发现物件咧，就小件物件咧，这种是因为就已经发的行为，所以老数据就已经讲，降不流沫，降不于弯，变招浊母啊。这样不流，但是不降到过来当中，你就产生了污染、污染、体焦，哦，这都是讲咱的主体性已经不会化，已经被污染掉呀。所以就到这当中呢，咱靠就要分别，应该来说的这个光风，心是金，不是明，两种犹如变相文，有听过无？心是金，不是明啊，两种犹如镜上痕啊。轮廓明净更细一点，轮廓横跟过了，撑过了，横进的时候，咱会更细一点啊。一点动啊，前提性。但是当然这讲是，就做那就是现在历史内底伊正德化因素。我头仔先用较侪时间来讲遮吼，就是我毕竟在本体当中来讲啦，心是金。促成。那下面个心是金，因为六根就是伊个心啊，六根就是心。52个52个心所里面，这个像哪里？佛法里面最多有52个心所，心对拢弯头，拢是头啦，拢做头。那么这个根呢，心是根，不是这心就是安尼。是关键，本来无一样哦，咱话咱就是安尼嘛。那么有一个心起来了呢，你就一个念呢，这个法就是成，就是咱讲有根就有根的根，这个根就它是咱关键的这个营养，这营养，这个营养，我看来你各位地方进化里面就是幻想。影片里面让你外来的语言，不能进入我的里面呢、那个是实体是幻象里面，不能在我内心里面。我看到你，你看到我，都是幻象。大家好，心看到你啊，就是我们的里面的本体里面有一个见分，有一个相分。见分的时候，那基本上了你叫见啊，见分相分就是外在一切
个境界，这物件变少，叫做相分。那么这物件伫这行内面咧，是一个影。如果这是一个行，但咱看来即摆行是很简单嘛吼。但你造成这行有无会无人无嘛吼。共款这行是先行，行来行去，人走，人这行者。所以行伊本身就不生不灭。但是咱即摆用的物件，但是讲我对这个发达种因缘的物件啊，这两项就是我伫咱的心性中，它是一个因影里面，我们不能去捉它。啊，这两项爱心发中无，心中发的话，这个平台无去，咱自然是形在显现啦。所以讲明是因安尼来。那么咱要学这物件经典，你有一个是抽除了，对边缘开始，了解外口的外在变化。啊，甲内在运用，变咱妙用菩萨，因为有付出一步啦吼。哦，怎么妙用菩萨？啊，所以这底下咧，咱这是一个算开头啦，这不太清嘛。啊，但这不是个标啦。但这物件咧，你听咱去摸索，做发解甲世间是啥物关系？经典咧讲的吼，拢足深的名词啦，但是这个题目了解足浅啦。啊，但是呢，深的变深，深的变浅。李莲阳经，那平安公主吗？有的，有了的，三界一切分，这部咱讲的。三世一切分。有了的，三界一切分，见地不盖性，一切唯心者，应知法界性，这个电机点好，不这就好。有了的三界一切分，见观不断性，一切唯心者，两条心。有个心心法界，有个心心法界，需修法界三昧，伫法界叫咱会，你来去加迄条，若要修要心心的法界，要是咧法界啊，爱修法界三昧。那么这法界是什么呀？法界跟世间这两个你要去差别。那如果法界性是讲出尘的东西，讲无为法，讲地之法界，讲空性，讲光明世界，圆觉那些，圆明七的学相，这是我们经过的啦，我们经过圆觉的贡献里面，但这个法界它做贡献本体。你本体开始你来迄时阵咧，演变到世间的时阵，已经有变化，到尾啊，所以你伫尾啊当中，要来做这物件，你这边找不到，你从这边找这边呢，很清楚。依法界来看世间，世间是法界；你若要依世间看法界，门都没有。你讲你用有为法去看无为法，这差别就真大啦。所以世间的物件。就来有为作用当下，拢我无有执着，有分别，有对待，有好坏，有大小。也就它有两二一元二次方的对立啦。这个世间都讲过对立法，不是绝对的本体。啊，不是绝对本体，当然世界物件你看到好歹嘛，有做刚刚来讲就是，有好歹当中你心哪有？好像有所进行哦。最近的那个这边用给一切人先只有尽量不出不想，这是不一样。你看好一个人好甲歹，你的心无出无想，无大无小，无好无歹，你的心才能建立平等。外在不能平等啊，吾之所知的有常等，外在事不能平等，但是心人。这叫世俗的，世俗的，这个真的，来讲圣义地的真谛啊，来讲是圣义地礼义的，你圣义地的东西叫做平等法，它是中道，没有分别对立，没有一些好坏东西，
伫自然的发界动体内面，本来就没有那些东西，本来无有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来就无啊。啊，既然无物件，才会使有，有是咱的污染，有是咱的厝来。世俗书直接讲上，公平就公平啊，讲笑讲真哦。所以真谛要修真谛，修真理的人，讲真理不爱世俗谛啊，真理不爱世俗谛，圣谛无爱世俗谛。一个修行人，你无看人做甲歹，伊那个无相系里面、无相宗里面吗？就见修的人，不见世间道，欲见他人非，本心就是这。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由，就单独，单怎样？自却会，自却灰心。单独不灰心，就是烦恼。这个东西不是讲一般的境界，不是一般的我们能说。你能够看到人的思维里面，而没有思维，那么讲思维就好啦。你看人写，你无讲，你才是真正大智慧啦。看到好在当中，你都无人讲出来，你才是真正智慧啦。这是真的修行人。那么今天大修行人，我看世间道，看到世间所有的功，那是菩萨境界。因为看一个世间为无个人。大世间世俗你拢无看来课程，你若是菩萨，家己无法度。没有菩萨境界没有办法，拢为某种啊，种来恶圣还没有办法做。以前咱个也为什么是无些？所以真正讲，真正甲上帝，这是比如讲，一整体当下无你我，有无？亦不提其法，亦不二无二法门。就是讲一经的法门。伊心无咱真正入到一经的法门，成功无钱，那你今日经验关，你即摆会当讲拢是，无咱在讲啥？你咱是到这境界，差不多进入菩萨境界，你免做出个物件。但是你知影这经历了，你要自我家己了解啊，原来我过去拢是安尼去过日，我安尼看待事，我安尼想法。拢是精神当中所表出来一个凡夫心，拢是精神中的作用，精神所变出来的，那个都不是真正的佛法。咱讲卖个个性节，个性节，当然是咱这是小比喻一个啦，因为你讲到你个物件吼，嘛咱讲直接讲先传来讲世间嘛，直接讲咧，咱做咱叫人讲了完，这种讲世间话啦。真正的修行法是进入般若法，般若法门才是真实性，真实性才是出来本性。迄是啥？拢是自性发起来所变出。真正自性清净，迄是真正的本来。因究竟学到尾是要回到你本来究竟清净迄个意念真实，不是离开对待的领域。咱来看你本来，咱现在当然要讲起来吼。那早就高分的不是到这样的东西啊，因为到这样就两个这样的，那这些亚伟大概讲哦，原来是安逸哦。真知道的人说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不知道的人他在哪里？他那边啦，那价贵物件，咱若实在讲哦，原来就在地里的毕业哦，啊，两摆价我觉得我上面讲了，啊，内行啊是看不到啊，外行咧。贪污啊，不然办啊！所以我人家讲，今天叫后边这个线索，后边不能当。现在这种总归这样，有利用骗有些，骗过有些，我不能有些人看到被绑啊，哪怕在鼻啊，一测，他给我死来啊！啊，人讲即嘛我唔会讲说，这一本头尾来给有些，再给了嘞，用单听。那个这边啊，这个人车咧吼，我过来无想啊，我记哦，咱就变啦，即马电脑咱几岁了？电视几岁了？手机几岁就发啦？刚出咧讲就发咧，经济讲无发，一切拢讲发，我发起来无。但是究竟有偌济人捌这个法？
做一些特殊的物件吼，会种嘛咱食嘛是安尼，因为就是要无认真咱这个覆盖性。所以覆盖性，关一些不关系，哦，原来一切都是手电外面，唔但我手工艺术，你未出世间。哦，迄当然，咱对咱这个你讲讲遮济啊吼，咱即来看世界遮吼，一大部分是以安尼问答。当然，讨论一部分